人生70古来稀，今年74岁郭登辉，亲自为105岁母亲郭简彩凤奉茶、抓灵、洗面，画面温馨，让人印象深刻。在洗脚时，郭登辉更是单脚跪地表示孝心，场面相当使人感动。阮细汉的时候，迄个家庭的生活大拢较辛苦，妈妈佫生6个囡仔，迄阵也无洗衫机，拢爱妈妈家己安尼去洗吼。有诶，阮咧学生囡仔较基诶课吼，准拢准袂到，咱若徛秋天吼，晒拢晒袂干呢，较辛苦。迄阵拢佫兄茶兄连团，有当落天吼，去袂倒吼，较辛苦。伊生6个，伊甲相夫教子啦，所以伊是个介好诶老母安尼。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原本预定举办的弘扬孝道活动，因为受到疫情影响，决定延后举办。不过，为了卖予百岁零岁失望，协会特别赶伫咧母亲节进前，来到郭简采访的厝内，表达关心。弘扬孝道一个3部曲活动哈，那虽然说因为疫情关系，我们暂时取消哈，或是延期啊，但是这当中有我们的一个人队阿嬷哈来报名参加哈，我们那个郭阿嬷来参加哈，所以说我们这次我们防癌抗癌协会特别为了我们阿嬷来今天办理今天这样一个活动，也是借由这样活动能够祝福她母亲节快乐。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所以我们要让母亲节的那种精神把它发扬光大，所以我们就把我们安平区最老的，就是说最资深的那个105岁的阿妈来为她办理这个弘扬孝道3部曲，也借着这一个的话，告诉我们的国人健康还有那个孝道是最重要的。府城防癌抗癌健康协会推动大健康的理念，鼓励众人爱保持欢喜的心情，以及和乐家庭，才会使人更加健康。因此，协会每当举办活动，除了是要弘扬孝道，也是要为了促进家庭的和谐。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